貝多芬喺聽完 Giuliani 嘅吉他演奏之後，就形容吉他本身就係一個小型嘅管弦樂團。咁點解一個咁細小嘅樂器可以做到管弦樂團嘅效果呢？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吉他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咧，可以模仿到唔同樂器嘅聲音嘅。咁例如好似小提琴嘅弦樂音同埋震音咁樣啦。好似帕格尼尼嘅狂想曲24號。亦都可以做到小提琴一啲撇斯卡圖嘅效果嘅。亦都可以做到小號好響亮嘅聲音啦。亦都可以做到大提琴好幽怨嘅聲音啦。亦都可以做到豎琴好柔和嘅 arpeggios。亦都可以做到鋼琴一啲和聲嘅效果。亦都可以做到一啲敲擊樂嘅效果喎，譬如好似小鼓，即係沙鼓啦嘅聲音。都可以做到大鼓好低沉嘅效果。咁喺 Part 2嗰度咧，我會再示範一下一啲吉他嘅演奏嘅作曲家點樣將呢啲唔同嘅聲部混埋一齊喎。高第音樂 ，Learn to be great。